看不好扎西德勒。那是的嘞。弟子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想问一下，这个信心是不是能够超越一种因缘和无常呢？因为像莲师他曾经说，只要弟子们对他有信心，他就会片刻不离弟子们的左右，就是佛法在每一个具信者的心中，而不是一个外在的。还有，就算比如说上师已经圆寂了，但是呢，只要我有信心，那么我还是能够恒常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。好像他跟这个上师的色身的关系就不是很大。那么弟子就是想问，这个信心它是不是能够超越因缘，甚至超越这种世间的无常呢？那就不行了。虽然你的问题问得很好，但是呢，如果是他超越因缘、超越无常的话呢，违反了佛陀的四法印的真谛。第一，第二呢，可能会变成造物主，就是变成上帝。所以在佛法里面的任何因缘，没有一个缘起之上的东西呀。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。所以释迦牟尼那个莲师当时说的这个法呢，确实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中观四百论里面讲那个世俗谛的境界的时候，说方便明眼真实性，假知真实性，但是它还是明眼，还是不了义。如果从究竟的这个空性和原理及细论来讲的话呢，你都不在了，莲师都不在了，你和莲师之间的因缘是从何而来呢？明白吗？这是真谛的空性本身的角度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还有二元对立的轮回和涅槃的这种分开的时候，其实莲师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依照我们的游戏的一个配合而已，知道吗？按我们的情况，你还没有梦想之前的一种安慰，明白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无常的时候也说，就是比如涅槃还有更好的东西，也是无常和如幻如梦啊。所以呢，真正这个究竟当中，在一个佛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成佛到涅槃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。”这是怎么解释呢？又说过我说84000个法，明白吗？这个里面就是有疗愈和不疗愈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解读。所以呢，你现在说的是这个，你很期待莲师的加持，莲师非常亲切的告诉你说，我时时刻刻在。其实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因缘的一个投射啊。那真的有没有你的信心？莲师的加持有，因为莲师这样的一个原理，不可思议的这个原理创造出来的这个出生的功德，它就是因缘，不是超过因缘。比如说莲花生大师和福藏大师的差是因缘，是过去莲花生大师在3月传法的时候25大弟子里面。所以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写的蛮有意思的，在脸书上有一个藏人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一个莲师的一个教言里面说，今天在场的所有我眼睛看到的或那种目光有那种交接那种连接到的，都是将来会成为我的说话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人怎么写的知道吗？他说，我今天成为对莲师有信心的一个人，应该当时是我在莲师传法的现场的一个苍蝇或者蚂蚁。他写的很浪漫，但是他的背后就是这个因缘就这样种下了，所以就慢慢成熟，就成为莲师的说话众生。所以为什么莲师和西藏人很有缘呢？因为莲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观音菩萨当时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他说他将来要说话学于众生，知道？
这是佛经的记载里面有的，明确都有这个记载。所以这些都是因缘的范围内，不是在超越因缘的一个概念。哦，好的，那就是很多说上师的色身圆寂的，但是他们的那个加持就不会根据这个生老病死啊这种变化，那是不是也就是好像说超越了因缘一样？没有，他的加持在，他的加持在也是一个相续的加持，并不是说永恒的，过去的加持是永恒的、恒长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呢，比如说一个人死了，但是他写了一个遗书，人死了，他的遗书的功能还在啊，法律的效果还在啊。但是这个不等于这个遗书是不非无常啊，无常我说它的本质的一个变化，这是一个相续当中的一些作用是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啊。对啊，你现在这有时候无常就当做好像过去了就没有了，不是这种意思。所以呢，比如说很有意思的，他的肉身本来也不是这个加持的来源，他的相续的这个智慧在相续嘛。他就是这个来源。对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好的，那就是明白很多了。经过堪布这么一番解释，关于这个部分的佛陀涅槃了，还继续对众生起到这个加持的作用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入行菩萨行论的第9品里面有专门的一个解释。他的解释说，他说以前有一个印度有一个大师叫做香嘎尔詹吉，好像不是什么佛教大师，但是婆罗门的一个大师。吉林菩萨用这个例子，他说这个大师呢建造了一个塔，而且这个塔是有加持，什么加持呢？他就是这个虽绕了这个塔，供奉这个塔，可以消除很多麻风病啊，那种龙族的这个疾病带来的得罪龙族的那种相关的疾病。虽然是他亲自加持，他有法力，所以这样做，但是呢，这个佛婆罗门的大师圆寂了很久，他建造的这个他的这个加持在。他用这个来比喻，不是一定要肉身还在。这个也从无常来讲，一定是无常。有一天呢，佛教都会灭落嘛，所以可能是这个他或这个说话的众生也不在了，那可能外在的因缘，这个他都不见了，那又说不上加持还在，明白吗？还是依靠因缘的。好的，那就明白了，谢谢堪布。OK， 好的。